你有冇發現今年佛山、四川等地一放秋假，全城家長第一反應唔係開心，而係緊張到面都白。秋假即係又要使錢帶小朋友去旅遊啦。啱啱放完國慶假期冇幾耐，收心翻又翻學又放假，會唔會翻嚟之後唔中意讀書？會唔會玩過龍，翻到學校跟唔上進度？朋友圈一邊係家長嘅焦慮，另一邊係學校嘅通知、研學嘅安排、託管嘅服務，成個畫面好似一套大型家長心理懸疑片。佛山12至14號放秋假，連上星期6日，足足有5日嘅假期。佛山秋假期間，親子研學戶外活動參與率上升42%。四川秋假學生親子旅遊訂單同比暴漲3.4倍。多地老師表示，學生秋假之後，學生嘅專注度提升20%至30%，超過65%嘅家長表示，學習狀態反而更加好。全國第一次大規模試行春秋假，效果比大部分教育專家估算嘅都要好。老師講，學生翻嚟之後坐得定、講得清、寫得快，舉手仲積極咗添。按道理嚟講，放完長假翻到學校，小朋友通常都係好懶散，收唔到心。但秋假唔同，只有幾日，又唔會玩得太癲，又唔會沉迷手機。外加學校前期已經控作業量、控電子產品時間，整體狀態反而更加平衡。簡單一句，秋假短，恢復快。講一個佛山家長嘅真實事件，有媽咪講，平時叫個仔做功課，好似叫佢上刑場咁樣，但秋假帶佢去南風古灶，一路睇陶藝，一路問問題，一路記筆記。翻到屋企，老師佈置咗佢寫一篇參觀記，佢竟然20分鐘唔夠就寫完，仲寫得幾好添。阿媽直頭懵咗，去玩一日，效果仲好過我喺屋企囉囉嗦嗦講3個鐘。其實唔係小朋友變聰明，係真實世界比任何嘅課本都要生動。你叫佢背陶瓷工藝流程，佢背到想瞓覺，但你帶佢親眼睇下點樣拉杯、燒窯、上油，佢自動就會記住。教育研究長期講，真實體驗記憶時長等於課堂知識嘅4倍。小朋友戶外學習效果係比室內學習好2.5倍。所以當你以為佢哋係出去玩，其實佢哋個腦係高速運轉，主動吸收。點解放完秋假學習嘅狀態反而好咗呢？第一，情緒鬆綁等於專注力反彈。小朋友唔係機器，長時間返學精神會疲勞，秋假就係一個心理深呼吸，休息夠，大腦恢復，自然效率就更加之高。第二，戶外刺激等於比作業更有效認知。有一個詞叫做情景記憶，小朋友要記嘢需要真實嘅場景刺激。去海心沙知道城市天際線，知道城市規劃；去博物館知道歷史；去濕地公園明白生態環境。你喺屋企逼佢背書，完全冇味道。你帶佢出去行下，一個畫面就夠佢記好耐㗎喇。第三，家長陪伴令小朋友嘅學習動力提升，親子關係修補得好快。有家長講，我平時返工都冇時間陪佢，但係秋假陪咗佢2日，我發現同佢講咗好多嘢，親子關係變好，情緒安全感自然變強，學習動力自然提升㗎喇。第四，小假期唔會玩到散，反而調節咗節奏。長假會玩到癲，作息時間混亂，但係秋假玩得少但精，作息時間唔會變形，情緒啱啱好恢復，返到學校嘅狀態保持巔峰，非常科學㗎。放假唔係敵人，真正嘅敵人係我哋對學習嘅誤解。秋假讓好多家長第一次發現，小朋友唔係一部試題機器，小朋友係一個需要世界、需要體驗嘅人。小朋友吸收知識嘅方式遠比家長想象中更立體、更厲害。所以今年秋假最值得記住嘅唔係機票漲價、景區爆棚，而係由一班學生用事實話俾父母知，我出去玩唔係逃避學習，而係更好咁樣學習。如果未來春秋假繼續推行，中國學生嘅學習方式會更健康、更科學、更人性化，而家長亦都會慢慢放下考試焦慮，重新理解學習本身嘅意義。原來一個假期真係可以令小朋友成長，成長得仲快過你想象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俾我。本期嘅節目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